Hello，各位朋友，歡迎嚟到大頭條，我係主播 Chelsea。今日我哋嚟傾下莆田嘅高仿鞋連入1400億仲失敗。莆田嘅假鞋連入1000億嘅神話破滅咗。從日銷2個億嘅安福鬼市到家下高仿遮羞布俾人搣碎咗，工廠裁員走佬，莆田造假嘅產業仲可以撐得幾耐呢？當你用辛苦揾嘅1000蚊喺網上同埋自己買咗一雙耐克嘅運動鞋，收貨嗰陣就發現係假貨嗰陣，估計大家應該都會好嬲。而呢啲等你好嬲嘅假名牌運動鞋，可能都係嚟自於一個著名嘅假鞋製造地福建莆田。莆田鞋呢個名氣真係響當當㗎。可惜呢個明星咧，幾乎全部都係靠造假啦、仿冒啦堆砌起身嘅。以假亂真係好多人對莆田仿製鞋嘅最高褒獎啦。咁數據顯示，2024年嘅莆田嘅鞋業產值喺1000億以上嘅，全莆田有4200幾間嘅製鞋企業，從業嘅人員係50幾萬人。多年嚟，坊間就流傳住所謂喺莆田等全世界都穿得起名牌鞋呢個神話，但係呢個根本就唔係咩神話，而係一個建立喺欺騙同埋違法之上嘅巨大謊言。從2007年美國紐約查獲價值29億人民幣嘅莆田假耐克，到近年層出不窮咁假借住海淘啦、代購之名售賣莆田假鞋嘅騙局，莆田假鞋換住法子，繼續咁竊取消費者嘅信任同埋荷包。莆田呢個原本默默無名嘅城市名字，被戴上咗假鞋之都嘅頭銜，呢戴就係10幾年，咁嘅話莆田仲可以行得幾遠？佢曾經又係點一步步咁崛起為假鞋中心嘅呢？呢個就唔得唔從莆田鞋業嘅歷史講起啦。莆田嘅製鞋工藝可以追溯到1958年，以手工立鞋啦、全手工作坊嘅方式開始嘅。喺70年代末就有咗幾十萬雙嘅出口訂單。不過咧，當時控制住全球80%嘅品牌鞋生產嘅台灣，先至係全球最大嘅製鞋代工基地。莆田呢啲小作坊簡直就係細佬。隨住勞動力成本嘅增加，隔住個海相望嘅福建成咗跨國公司製鞋產業轉移嘅首選之地。莆田同埋相鄰嘅晉江成咗呢一次產業轉移嘅最大受益者。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，台灣嘅製鞋業就開始轉移到大陸啦。1987年，莆田嘅鞋廠一次性咁引進咗8條嘅生產線，開始全面咁為耐克啦、阿迪呢啲知名嘅品牌代工。5年之後，莆田每年嘅產量就達到咗1億雙。到咗90年代，中國廉價嘅勞動力同埋各種優惠嘅政策，加埋本地製鞋嘅工藝技術啦，同埋產業嘅人才，等莆田吸引咗眾多嘅國際知名品牌嘅代工訂單啦。無論係大細嘅鞋廠啦，甚至係小作坊啦，一時間都係撈得風生水起啊！好似有接唔完嘅單，賺唔完嘅錢咁。96年，莆田鞋業嘅總產值就已經超過咗40億，嚴重咁依賴外貿代工訂單嘅生存，最大嘅風險就係國際市場嘅唔確定性啦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，等莆田鞋業危機爆發啦。風暴之後，訂單銳減咗，代工廠大量咁執笠，數萬嘅工人失咗業。呢次嘅危機背後除咗全球經濟衝擊，更加同埋莆田鞋業單純嘅代工模式係有關嘅。代工啦，就意味住工廠嘅產量全由品牌方講咗算，就算係自身有產量，亦都無法自主咁擴大生產。另外，代工嘅毛利並唔高嘅。加工高端鞋嘅回報率大概喺15到20%，中端鞋係10到15%，低端嘅淨係得8到12%咋。呢個仲係成個產業鏈環節嘅回報。如果單從代工廠嚟睇嘅話，能夠得到嘅回報就更加低啦。而喺97年之前，莆田數千間代工廠嘅出現，更加係同埋當地嘅製鞋產業帶嚟咗競相壓價嘅惡性循環。代工廠之間就打價格戰啦。從最初一雙鞋能夠揾翻10到15蚊，
到咗收尾，每一箱嘅回報淨係得1到2蚊，逐漸增高嘅成本、微薄嘅回報、萎縮嘅訂單，再加埋品牌方代工向更加廉價嘅東南亞轉移咗，莆田蟹開始逐漸咁變咗味。到咗03年，莆田就有3000幾間仿冒名牌嘅蟹廠，佢哋通過各種渠道搞到咗品牌蟹嘅圖紙，靠住多年積累嘅技術，開始大肆咁仿冒名牌蟹。起初呢啲假蟹主要係銷往國外嘅，隨住國外打假嘅力度增強咗，咁同時中國嘅電商平台興起，莆田嘅假蟹開始內銷啦，莆田假蟹之都嘅名氣由此坐實。喺福建莆田，安福電商城係莆田蟹最大嘅集散地。喺呢度日頭個門店就歇業啦，幾乎係冇人影。但係到咗深夜咧，商業城就人頭攒動啦，就好似鬼市咁。市面上邊爆火嘅品牌潮蟹，都能夠喺莆田度揾到大量嘅高仿貨源。更加荒唐嘅係，正品仲未開賣，莆田蟹就已經搶先開始啦。喺呢度流傳住無數嘅暴富神話，有人1晚就賺咗400萬，有人1年就買豪宅住別墅，比炒比特幣仲要揾錢。暴富嘅神話引嚟無數嘅人嚟莆田撈金。咁以安福電商城為中心，呢度有幾千間嘅造蟹廠啦，上萬間嘅門店啦，數萬間嘅網店同埋微商。1晚交易額能夠達到2億，明知係假嘢啊，好多人就對此爭先恐後，寧願被當成韭菜嚟收割。明明係假蟹，點解就成咗剛需呢？莆田蟹嘅犀利之處就喺假蟹做得比真蟹仲要真。一箱 AJ11 康扣啊，原版正品俾人炒到咗2988蚊，而莆田高仿版只要835蚊，價格差咗2/3。而且咧，從外觀到質量，甚至連個 logo 嘅大細同埋位置啊，都如出一轍嘅。2020年，時任莆田市市長嘅李建輝曾經公開講咗一個段子：一雙耐克鞋咧，着咗2年就壞咗，係真耐克；如果係着咗3年先至壞，咁就係莆田做嘅。咁嘅話，莆田蟹到底係點嚟造假嘅呢？莆田上年為國際品牌代工，有一批經驗豐富嘅製鞋專家，能夠開發製作複雜工藝嘅鞋款。早幾年，年輕人重金購置呢個戰靴之後，會到琥珀論壇上面求大神嚟驗貨，而莆田製鞋人仲會根據琥珀大神嘅意見，修正同埋完善翻呢個假鞋。到咗今日，頂級嘅莆田蟹甚至能夠順利咁通過第三方嘅檢驗機構嘅核驗。莆田蟹同樣係存在鄙視鏈嘅，按照唔同嘅價格啦、逼真程度嘅唔同，分為通貨、真標、公司級同埋純原版。從莆田出嚟之後，唔同嘅蟹就有住唔同嘅命運啦。純原版原本係最高嘅版本，同埋正品係無異嘅，主要係用嚟出口。稍微好翻啲嘅供給大城市專賣店，再差啲嘅就送去縣城，最差嘅就攞去網上銷售。一箱莆田蟹從生產到賣俾消費者，至少要經過4個環節：工廠、放貨人、檔口同埋工作室或者係代理商，層層加價。工廠作為源頭，成為咗兵家必爭之地。離個源頭越近，拎到嘅價格就越平，個回報亦就越高。呢個亦都係莆田蟹俾人詬病嘅地方，冇經過授權就大批咁生產嘅山寨蟹就嚴重咁擾亂咗市場嘅秩序。咁所以從2011年開始，莆田組織過多次嘅大型打假活動，查獲嘅高仿名牌都比付之一炬啦。處罰假冒產品嘅力度好大，涉假嘅商品金額係一旦超過咗5萬，就會被移交公安機關。每次繳獲嘅盜版蟹都能夠等無數和牛同埋微商失業。莆田市又為咗搣甩假蟹之都呢頂帽，俾端咗138處嘅涉假場所，涉案金額高達咗3億，集中咁銷毀咗4.7萬多箱嘅假冒成品蟹等等，嚟打擊翻呢個製售假蟹嘅新聞。以前盛極一時嘅高仿蟹行業，被問到近況如何嗰陣，有業內嘅人士就表示啦，高仿蟹越嚟越唔好做啦。無論係頭部嘅大佬過得點風生水起，仍然係冇辦法避免成個行業規模嘅不斷咁縮減。曾幾何時吸引外地人過嚟就業嘅高仿蟹，
而家成咗高門檻、高危險嘅行業。做莆田高仿鞋，普通人只能夠揾翻個送貨嘅辛苦錢。想要實現翻高回報，就要有高投資。唔單止要有金錢上面嘅投入，仲要做好入去監倉嘅思想覺悟。咁嚴苛嘅條件對新人無疑係勸退啦。呢個亦都係莆田高仿鞋行向衰弱嘅開始。有業內人士就表示啦，而家仲喺行業內摸爬滾打嘅，基本係經歷過大風大雨嘅老將啦。佢哋就抱團取暖啊，自發咁組成咗聯盟，實時分享最新消息。嗰啲獨行俠咧就只能夠行向死胡同啦。畢竟灰色嘅行業，多一個朋友就多一條路。但係即使係技術共享、信息共享，從業者依然係感覺到好吃力。主要嘅原因係對知識產權嘅保護力度上咗嚟啦。線上線下都喺度針對，線上嘅平台大規模咁技術封殺，成為咗好多從業者金盆洗手嘅最後一擊。從電商平台到自媒體平台，隔三差五就有針對性咁嚟一次大掃除。早幾年，福建晉江同埋莆田一樣，都係有名嘅生產同埋銷售假鞋嘅地方。但係97年嘅亞洲金融危機就改變咗佢哋兩個嘅命運，等佢哋行向咗截然相反嘅路。喺嗰陣時，晉江鞋廠訂單量大幅度咁縮水啦，舉步維艱。晉江人開始反思，單純咁嚟代工，個市場又細，要行就行翻呢個品牌路。於是乎，晉江鞋企就開始瘋狂咁做牌。淨係一年間，幾十個運動品牌競相咁湧現，安踏啦、361啦、紅星爾克就係嗰時陣搞出嚟嘅。喺回報唔足400萬嘅情況之下，安踏掟落咗80萬，請嚟咗孔令輝做翻呢個品牌嘅代言人。嗰句我選擇，我中意，流行咗好多年。晉江鞋業嘅打法就好簡單粗暴，但係有效喎。仿名、明星代言、掟錢嚟做翻廣告，3步走。晉江鞋品牌喺全國闖出咗名堂。令人唏噓嘅係，曾經同一個戰壕嘅兄弟莆田仲喺溫水度煮青蛙。要點嚟為莆田鞋證明呢？轉型之路又應該點行呢？呢個問題似乎冇人能夠講得清楚。一方面佢有自己生產能力啦，同埋技術上邊嘅強勢。莆田鞋假冒，但係不偽劣喎。呢個兩面性係集於一身嘅，就好似一個悖論，但係咧就實實在在咁發生咗。之前美國查扣嘅莆田高仿鞋曾經攞去做檢驗，發現咗從外觀到質量同埋正品毫無二致，只係因為冇合法嘅手續先判斷係假冒。另一方面，佢又好難從國產嘅體育品牌格局以定呢片嘅紅海中突圍啦。2021年疫症重創咗莆田嘅鞋業代工，嚴重咁依賴代工出口嘅莆田鞋企進出兩難，個訂單流失嚴重，好多工廠就被逼停工啦。而內銷方面缺乏咗品牌嘅莆田鞋，即使係擁有高質量同埋合適嘅價格，缺乏咗品牌力嘅支撐，亦都好難喺市場中揾到準確嘅定位。但係歸根結底，仲係喺度食之前做翻高仿鞋嘅嗰套老本。2022年，莆田地方政府申請翻呢個莆田鞋嘅商標，希望通過佢能夠將莆田鞋之前嘅名聲扭轉，等莆田成為中國鞋業行向世界嘅特色窗口啦。莆田鞋申請嘅集體商標，可能係想效仿翻沙縣小食咁樣嘅做法，等各自為戰嘅企業能夠集結各方資源，發展自有嘅品牌。但係喺早已經品牌林立嘅中國市場，扭轉大家對莆田鞋嘅認知，殺出一片天空，恐怕係難過登天啦。當造假嘅路徑俾人堵死咗，品牌信任又崩咗盤，轉型戰略係浮於表面，莆田鞋嘅所謂崛起神話，終將會淪為中國製造業畸形發展嘅黑色標本啦。如果再唔斬斷造假嘅基因，重構翻呢個產業嘅倫理，呢個假鞋之都嘅棺材板，恐怕將會被徹底咁釘死。好啦，呢期就到呢度，感謝你哋嘅收睇，我哋下一期再見。